后来小连续几若天拢真寒。台北阳明山冷水坑的温泉泡脚池，来坐民众来泡脚，讨好身躯较烧热咧。另外，这个文化大学这几天咧期末考，学生透早爱起床是真艰难，但是也是爱努力爬起床，透着冷风到学校来考试。所以这个帽仔啦、颔巾、小包、大袖、喙罨是穿甲真齐全。天气冷死死，来浸烧久久的温泉，民众真高早上山要来享受温泉。我们是9点先走个步道，就车子绕来这里泡泡脚。来到草山顶，温度到10度，体感上低嘛，敢若5度。行路流汗，阁无够，浸温泉才是有够烧。很冷，那你就透过脚底，你身体就慢慢暖和起来。规张好好无错，风就是遮透，加上连续几天拢低温，山顶的学生是搁较冻袂牢。即马阁是学期尾，学生就变做考生，搁较安怎寒嘛就出门。大家人拢是穿棉袖，也是有铺棉的外衫，阁有帽仔、喙罨会当保暖的，是拢总穿啊。防风防水外套，还有暖暖包。这算是通常你们来上学的时候冬天必备的一些装备。对，就多穿几件，然后卫生衣什么的吧。一早来到这边呢，就发现文化大学的学生有许多人在上课之前都会想要买一杯热饮，像是这样一杯奶茶，喝下去之后呢，也会感觉身体比较暖和。冷到皮皮喘，食一杯烧的是绝对赞。早餐店拢是人，大家拢想要食烧烧，专程来抵抗山顶的冬天。好像都是这么冷，就是风大，然后但没有下雨就还好，因为下雨就会变湿了，更冷。加在水气是较少，不过原来爱注意做好保暖，避免去寒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